欢迎大家来听，这是神韵的森林系巡回演唱会，今天已经是第6场了，然后真的在森林里面唱歌。我的表演可能如果有认识我的人，应该会觉得今天比较不一样，特别安静了。不过我们已经唱完我们表演最高潮的歌了，接下来可能会更安静了。如果你真的受不了，你就睡觉吧，没有关系，就睡吧，孩子。放心的睡，1个小时半之后我会叫你起床，然后去结账你买的酒。下一首歌叫《曲水歌》，我是把西方的古典乐器跟我们阿美族的古典的吟唱的方式，结合的另外一种创作。这首歌叫《曲水歌》，献给大家听。
雨